南投三林溪生态度假园区有一台洋行车变落去山坎，一个66岁游客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一趟上济要起到超过119块美金，咱国内油钱按算一礼拜会起5%。尼泊尔举办国会大选，要做过首都市长，个人质歌曲夏哈大赢，有机会争做新的总理。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面对美国甲以色列的空袭，伊朗到打是完全无要落软。虽然伊朗的总统有出面来回失礼，不过这个行为却颠倒引起革命卫队的不满，发动更较侪飞弹、个无人机来攻击东东的几人的国家，尤其是针对有美军基地所在来加强攻击。伊朗这边嘛选出新的最高领袖，伊是哈梅尼的第2号生穆吉塔巴。风声讲，伊的立场是比因老爸搁较强硬，所以外界就认为讲，这就代表伊朗的立场是要战到底，无拍算要讲和。当然，这项人事国旗嘛，互美国总统川普是真袂爽。伊强调讲，若是无美国稳准，安尼最高领袖这个位恐惊是做袂久的。以色列迄边嘛讲话啊，放调讲，这推选出来任何人，拢会成做因后一个大胜消灭的目标。除了空军中心的杜拜机场遭受伊朗的空袭，包括瓦波斯湾的几个国家、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特阿拉伯拢受到攻击。路透社一个半岛英文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虽然发表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的讲法了，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就伫咧推测对进前攻击边的国家表示道歉。英国双方革命卫队真不满，继续对边的阿拉伯国家发射飞弹甲无人机。英国也和几多年来对伊朗态度较缓和的卡达真不满，认为伊朗背叛波斯湾的友邦。英国卡达希望代志一个月当桥，唔通无甲疼破面。What happened is really a huge shake-up for the trust in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 Iran. We will continue talking to the Iranians. We will continue trying to seek de-escalation. 那对地图看，这寡国家拢有美军的基地，和伊朗军方认为是伫咧帮助美国甲以色列攻击伊朗。其中，沙特阿拉伯第一面传讲，伊朗的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外电引述沙特民防单位的社群大文讲，死亡的2个人分别是来自印度甲孟加拉，并不是沙国的公民。另外一位死亡人员是派驻伫咧当地美军，是第7个和伊朗攻击死亡的美军人员。这是伊朗上新所杀出的网络妄假宣传影片，指责美国为着要安砍爱普斯坦挑文，因对伊朗发动空袭的第一天，也就是2月28日，就造成米纳普一间小学的查某学生甲教职员100多人死亡，伊朗才会发动反击。虽然纽约时报甲几多间媒体拢讲，初步调查显示，美军就会对这件代志负上大的责任。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吹背讲，代志是伊朗军方做的。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有3200架船拢调伫咧波斯湾，严重影响到中东的原油生产甲运送。致使这国际油价是大起，一桶要超过119块美金。也让国内油钱是按算1礼拜会起5%。天然气的部分，经济部长表示讲，到4月也无问题。美伊战争造成中东真济油产设施遭到攻击，中东产油库出现停产潮，提到布兰特甲西德州原油继续开盘补充，相关冲破每桶119美金。当然，国内油价也因为国际油价起价，这礼拜也要对得起。国内本周油价整体调幅约5%，汽油每公升调涨1.5元，柴油每公升调涨1.1元，像是95千汽油突破3字头，每公升30.4元。国内本礼拜油价，干内92无元汽油每公升伫30块以下，95甲98无元汽油拢超过30块，超级柴油也起酷热，起了后每公升28块热。即一起，毋但是出现大型渔船提早赶咧加油，也互渔民效率减少，增加成本负担。生活你是阮这细只佫还可以啊，物件当然起较大，鱼价也要起啊。
台湾原油八成靠进口，可因为国际油价波动有缩起的记录。和外界烦恼是国内液化天然气 LNG 差不多3成是卡达来，照台湾 LNG 法定度比指数刚才11天。针对最近风声台湾可能断气，或者是无烧水通用，经济部长景明显强调，这拢是谣言。3、4月天然气调度爱22只天然气船，目前已经吹到20只，也佫剩2只咧参详。未断气、未欠电，无需要另外增加小套套电厂发电量。民生用气来讲，只占我们的这个整个用气的量大概不到5%啦，所以绝对不可能有发生这种的情况。那所以就是说因为3月份、4月份看起来我们应该可以调度，这个没有问题。就惊中东战争时间久长，冲击国内经济甲景气，因为 AI 应用上起大，甲春节进程比回转强，一月景气定好，速度向顶景气红顶，不过3月是毋是一个人到红顶？要观察战争的情势，能源继续欠管也引起通膨记录。很多物价都会受到能源价格的波动，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如果一旦拉高，而且短期内没有办法往下降的时候，很容易看到这种通货膨胀可能又在一起。专家烦恼除了战争恐惊引起通膨问题 ，AI 产业需要能源甲建设成本也可能欠悬，是不是因地投资进度影响 AI 投资放慢，将做类似停滞性通膨，爱心情应对。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战火烧到全球的原油，东南亚甲南亚的国家是想办法来应对。缅甸是管制私人汽车驶上路的时间，并加拉限制民众加油的量，也若印度是提悬加税计效。大车路汽车来来去去，缅甸上大城市仰光本来车路车正塞，却因为中东战乱的影响，全球油价大起了后，缅甸政府为了节省国家的石油储备量，为7日开始颁布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要求除了电动车、公车、计程车、货车、救护车、甲运输车，这个公务机关的车，其他私人车爱照车牌头一个数字分做 KI 甲双的来开车。Siapa aku soma回来的我那个噶妈可能骗你了，妈也得嘛了出路身边，那么我看你也在了找啊这里了，你找我们必定是了。缅甸军政府表示，国内90%的燃油外口进口，所以禁止企业甲个人囤燃料有关计价专卖，那是违法，会予政府起诉。部分民众感觉限制开车会当解决交通塞车问题。另外，根据车牌号码、KI 甲双的分配汽油，会当提早计划好车辆使用的燃油量，规划要开偌远。除了缅甸国内汽油90%外口进口的孟加拉，因为惊买无汽油伫抢买，囤积汽油的现象，互孟加拉国家一位公司为7月开始限制车的汽油购买量，像讲机车一台上最敢会当加2公升，准讲是安尼，加油站前车阵嘛是排真长。এখন বাজে 1:40, এখন আমি তেল পাই নাই, তেলের গাড়ি আধা ঘন্টা হয়েছে আসছে, তেলের গাড়ি আনলোডিং হবে, তারপর আমরা তেল পাবো। এখন আমি রাইড শেয়ার করি, আজকে আমার রাইড শেয়ার পুরো টোটালি অফ, যদি তেল পাই তাহলে রাইড শেয়ার করবো, নাহলে আজকে আমার টাকা পাই।那是印度是提高主家用的汤臣雅素销售计价。印度上大燃油商甲液化石油气销售商印度石油公司，甲14.2公斤重的汤臣雅素计价调悬7%，达到913印度卢比，等于是大票315块，引起民众的不满。सिलेंडर लेने आई थी यहाँ पे, इतना महंगाई बढ़ गया, 60 रुपये बढ़ गया, हर चीज़ को दिक्कत हो रही है, रसोई पे मतलब फर्क पड़ रहा, हर चीज़ महंगाई बढ़ती जा रही है। 印度北方邦国发生不满的居民，跟雅素桶伫销售处头前的车路规定的抗议。印度政党国民大会党的成员是批评政府甲总理莫迪，甲油价起价的负担直接转予民众，呼吁政府甲总理爱降低雅素的计价。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除了油价以外，股市嘛受到真大的冲击。亚洲的股市是跌甲真惨，台股开盘就大落超过2000点，最后是收伫咧32110点，这是有史以来落第4济。
吹到亚洲股市红季季，原因是美伊冲突造成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计价不冲破一桶119块美金，和亚洲股市变作提款机，市场避险情绪升悬，收盘台股盘4.43%，韩国股市盘5.96%，早盘不扬灯，日股盘5.20%。如果油价继续上涨的话呢，对于股市的压力还是会相当大的。抛售持股的资金逃难潮一般来讲没有那么快就能够止住。国安基金呢，他们或许有机会会去开会。亚洲股市当盘台股也无闪过，开盘32354点，也是上悬点，无到半点钟1厘半，上加到31529点，盘2070点，创史上盘中第二大盘点。虽然盘势要较收，不过收盘是32110点，盘1489点，创收盘史上第4大盘点。收盘了，证交所公布3大法人动向，外资单日卖超1208.17亿，创台股史上上大卖超纪录。千金俱乐部像台积电早盘120块，尾盘股徛转去1800块，收伫1810块，盘80块。台面上大部分拢盘，只敢用民间万海，一个油气股逆势控盘颠倒起，台塑化收伫起停，国安基金操盘手，财政部锁定黄金华讲，台股甲日韩比较会当一盘 ，AI 基本面也是真好。早上的时候最低大概跌到这个接近这个季线的位置，通常季线不会一次性跌破，就像上个礼拜跌到月线就出现反弹一样啊。但是呢，反弹融资减得不够干净情况之下，遇到利空马上就又再跌下来。全球认为中东战争引起的股市波动并不是基本面的问题，只是台股今年起衰回档，如果拄到战争，将做回档的催化剂。最高金融市场股汇市拢盘，新台币对美金一开始31.72块，尾下就1厘半，收伫咧31.92块，盘2.42角。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初次去日本看世界棒球经典赛，替咱台湾的选手加油。虽然有强调讲是私人行程，不过那边立委也是质疑讲杜英泰开政府的钱，要求伊就要说明清楚。另外，中国嘛打电话给日本，抗议讲杜英泰去访问。针对这点，日本是回应讲，这是个人的行程，和日本政府无接触。这是一个假日、休假日。自费，而且是私人的活动。蔡贝杜英泰则亲身回应，初次去日本东京巨蛋球场替 WBC 经典赛台湾选手加油，是自费而且私人行程。不过，在野党也是质疑公器私用，国家这是1972年代日断交了后，头一届有现任行政院长去日本。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已经向日本提出抗議。台湾側はプライベートなものと説明していると承知しており。政府としてコメントする立場にはありません。公団のお尋ねでありますけども。日本讲杜英泰这届无甲日本政府关系人士接触，咱外交部是回应有关行政院长私人行程无评论。民进党立委讲杜院长去日本是重大外交突破，不过国民党立委却质疑包机的小单到底是自费还是专门付钱，行政院爱讲清楚。从桃园机场特地飞到还是移到松止部，然后早上6点半等你登机，然后晚上特地又飞回来，那这算是包机吧？那我们想知道，就是说，那私人行程的钱是谁付的？除非你发现哪里不合理，来谈这个议题啊，才有一点意义啊。这个对于整个台日关系，我相信国人同胞一定感受到第一个，哎呦，突破了。民众党立委陈清良即期先转私人行程，一旦为上级部出发，发文要求行政院说明。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同款向行政院花航甲上级部发文了解情况。行政院买回讲，包括维安随行人员的机票，拢是由杜英泰付的，行政院无付任何费用。高市同意之下，但是双方怎么用这种私人行程去加油的方式来做一个不刺激中国的一个处理，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合理，也是一个非常现实一种做法。苏班辩护分析，杜院长以看棒球的形式去日本，是标准的柔性外交。不过，若是台湾向外突破，中国就会持续打压，呼吁朝野都要共同支持台湾开拓国际空间的努力。记者采访报道。
南投三林溪的森林生态度假园区有一台游园车，唔知啥物原因，并车摔落去山坎，车顶8个人，其中有一个66岁游客，互救出来时就已经无喘气心跳，送到病院也是救无转来。观光署表示讲，伫咧查明事故原因进前，园区内底游园车拢先暂停。事故现场正乱，消防人员赶紧伫现场评估甲检伤，随将受伤的人送去病院。还有家属吗？没有。游园车顶8个人分别送去南投正一间病院，其中彰化县等个查甫人到院进前无生命迹象，经过病院抢救，嘛是救无转来。他主要的伤是在头部的撕裂伤了，是推断应该是脑部的部分是主要他的致命伤。那腹部的话有一些淤血，但是超音波看里面其实并没有说有腹内出血的情况。游园车姓杨的司机轻伤，对事故已无回应。车到中昼12点外，南投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发生游园车落落山坎的意外，造成1死7个受伤。大概12点半的时候，游园车由服务中心往花卉中心方向行驶。那我们的游园车擦撞山壁之后滑落山谷。那车上包含司机，总共8位乘客。园方表示，游园车好亲像先压着山壁，早落落的30公尺深的山坎，确实肇事原因也有待查清楚。这台游园车出厂差不多5年，每半年会保养一届。平常时敢来负责园区内游客接驳，一天差不多走5至8桩，好人司机疲劳驾驶，会负起后续的理赔加保险责任。伤者后续的紧急救护跟这个赔偿金额保险，我们都会负责任的负责到底。只要入园游客都有投保公共意外险。观光署讲，这个园区游园车属有观光游乐业自用车，敢来当地园区指定的范围行驶。除了紧急启动应变机制，伫事故原因查清楚进前全面停开。事故现场已经封起来管制，会持续做相关的调查作业。记者采访报道。去年9月，年票年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真侪少年人拢徛出来抗议。苏当时的总理奥利就辞职落台。这个月初5，年票年举办国会大选，前总理奥利阁出来选啊，伊嘛是候选人之一。伊的竞争对手是真受到少年人欢迎的夏哈。这位夏哈是谁呢？夏哈今年35岁，伊有工程师的背景，英国阁是唱 rap 人之歌手。伊的作品捌批评政府歪歌、国家散车，也这是引起真侪少年人的认同。后来转到拼政治，捌做过年票年首都、嘉德湾岛的市长。去年的示威，伊嘛有公开来支持抗议者。这场新旧世代政治人物的对决，根据这开票的结果，夏哈是摕到领先的优势，真有可能会成做后一任的总理。外界就认为讲，这场胜利除了是Z世代少年人来表达对传统体制不满，佫确实想要看到国家改变的一个希望。夏哈初次去听国会议员当选证书，伊挂招牌乌金目镜、手臂胜利的位置，离开了后，徛去车顶，对于反对支持者扔国旗，现场气氛是呛呛滚。Now we finally got the youngest prime minister in the world. Hope we will not forget all his promises and. 甲做过加德满都市长，是人一挂手甲结果工程师出身。今年1月17日投入国会大选，打败同一选区，捌失败做总理老将奥利。夏哈所属成立了3年的全国独立党也大胜，伫160个直选席处内底已经提超过120席，加上比例代表席处，绝对多数态势更较稳固，比希望是海中共款的胜利。成绩第2的尼泊尔国大党已经胜进败选，35岁夏哈说入去有希望组成新政府，加做新任的总理，选民对伊是抱着满满的希望。We were fed up of our old government, old people running our government. Now the youth has come, and we are very hopeful. अभी वो पढ़ा लिखा आदमी है, वो पहले काठमांडू में भी बहुत डेवलप किया उसको आइडिया से, वो काठमांडू में सब आदमी लोग खुश है काठमांडू।
社下过去靠批判性音乐、甲高社群媒体人气，2021年选到首都市长。去年9月，尼泊尔青年发起次世代社群运动，抗议社群媒体封锁、贪腐甲经济困境，示威真紧拖到全国，各地冲突造成至少77人死亡。最后，必须迄时阵总理奥利共产党政府落台，改变政党长期互老牌政党把持的命运。社下也承诺，对年9月深的贪腐调查到底，去追求奥利政府杀害次世代抗议者的责任。专家分析，社下甲所属政党拢是政党新生代，来自各专业领域，无贪腐包袱，是帮手做代志、推动改革优势。不过因为资源甲制度的支持有限，确实履行职责依然有相当的难度考验。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在英国国内是出现支持甲反对的声音。英国首相史凯尔明确表示讲，英国拒绝参与，结果是照美军使用军事基地。对此，川普是批评史凯尔欠缺勇气。史凯尔不如丘吉尔。川普用力攻击攻占英国媒体头条。伊朗战争爆发的时阵，传出英国把拒绝就塞浦路斯基地予美军来使用，虽然拜日马上转做动议，不过英美的关系已经出现逼痕。What I was not prepared to do on Saturday was for the UK to join a war unless I was satisfied there was a lawful basis and a viable thought-through plan. That remains my position. Our bases have already been attacked. Iran is trying to kill our servicemen and women. He is catching arrows rather than stopping the archer. That'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英国警察的行为被变假日，另外一场有争议战会。不过局势无主管降温，英国塞浦路斯基地遭到伊朗报复的攻击。并伦敦捌派4架航太战机、2架反无人机领域的野鸟直升机加苏5型防空驱逐舰去中东。英国到底应该介入偌深？英国加入抗议群众，特别是吵甲真厉害。A lot of people may think that this is a war against Iran. It's not. It's actually a rescue mission to help save the Iranian people who have actually been oppressed for so many years. You know, I mean, I'm not a huge fan of Mr. Trump, but he has actually helped us in this case. 伊朗女性穿所有的故事标志性的红袍，来控诉伊朗政权的残酷甲粗残。高声话美军的军事行动是一场暗网经过的研究，不过无到1公里外，由停止战争联盟工会组织，甲英国社会主义者交织的左派阵营，是举反川普旗下，呼吁停止战争，守护和平。Donald Trump, stay out of the Middle East. It doesn't belong to you. And then you criticize Russia for attacking him. This is wrong. Yep, you can't have it both ways. Netanyahu should be in prison. The world wants peace. No more Western imperialism. 这2种激动的声音，亲像议场内底辩论，也出英国伫对美关系顶悬的强烈分歧，英美最佳盟友关系咧遭受严重的考验。不过，之前谈到街头上对于是否要支持美国在伊朗的行动呈现的都是分歧的声音，但从民调上却显示颇有共识，近50%的民众是反对，只有28%的民众支持美国行动。公视国际记者杨芳在英国伦敦的采访报道。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哈姆奈特》主要是咧讲莎士比亚的故事。前放送了后，就真侪民众专工走去英国参观莎士比亚的故厝，游客是凭进前阁增加2成左右。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哈姆奈特》，故事是讲英国戏剧家加诗人莎士比亚的家庭生活，而且为太太艾格尼斯角度出发，佮延伸做哈姆雷特这出悲剧的创作来源。哈姆奈特这电影已经伫美国、佮台湾放送，而且得到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影片、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等奖项，也受英国电影学院的肯定。英国亚芬河边，斯特拉福是莎士比亚故居。根据莎士比亚出生地信托基金会统计，每年差不多25万个英国、欧洲、美国、中国甲其他地区的游客来遮，也因为这部电影最近的游客量是暴增。
Visitor numbers have increased around about 15 to 20% across all sites since the film was released back in January. I think that will only continue as we go throughout the year. 哈姆奈特这电影是改编北爱尔兰作家欧法洛的同名小说。这小说是虚构莎士比亚甲艾格尼斯之间的关系，甲21岁后生哈姆奈特过身的故事。另外，哈姆奈特这电影也是伫斯特拉福翕的，是一个伦敦郊外起的场景。莎士比亚出生地信托基金会斯科特教授讲，也因为莎士比亚神秘博情，互人想要更加了解伊的故事。We know very little. We know that they fell in love. We know that shortly after they got married, Anne gave birth to Susanna. So they got married quite quickly. We know that Shakespeare was 18, that Anne was 26. But what we know after that is that they lived an incredibly, relatively long and happy life together. 电影内底哈姆雷特甲哈姆奈特的名因互华使用，观众因看到莎士比亚爱情甲做爸爸的一面。来看电影的人，无的确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无看过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出生地信托基金会表示，希望透过电影，互今的观众因甲莎士比亚有连结，共同感受400多年前的悲喜剧。公视新闻新竹培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